主题大众情形。就调来指挥前道鞠躬，坤道鞠躬。点团师好，点团师好，请坐下。前人、各位点人师各位助理、各位领员、各位。合唱团开始大庆这个德歌一条是拢咱同个文书的大。
歌名，看会着咱足尊贵的，咱是学生、学贤、学圣、后生发现的一份子，咱爱家己足敬足尊贵的，咱爱家己好守。其实那安尼若报会做会到，其实我会使下台一讲啊。你讲诶，布袋师讲诶，咱早头咱迄个看做迄个用讲师讲，布袋师安尼转一个下台一讲，安尼溜落，金光煞。当然，咱有老个意见，有啊，咱加减内底看内底的字。头仔写100袂够，咱再来看内底的字啦吼。一贯德美团，千过酸性甜。即句话咧讲，交迄德化写法。千古以来，每一个时代拢有好人，每一个时代拢有善良人。啊，是安尼。较先进的国家嘛有人做善事，较落伍的国家嘛有人做好嘢，啊是？你讲伊索比亚有好嘢人呢？你讲要信？伊咱较好嘢呢？你讲美国有先进无？英国有先进无？美国人有人比咱较善呢？我讲可能，我拜托到底有可能。那安尼千古。师尊甲你讲，道伊这是万古奇言，千载难逢。啊，既然是安尼，伫这万古奇言、千载难逢的当中，咱伫即个岁月行转，就讲地球一直咧转，岁月一直咧行转，一直咧行咧转的当中，咱有即个机会，拄啊，即个一贯的道理传到这三座大开普渡。咱拄好有即个机会去道着，即道，互咱了解咱是真正西方的一佛祖，也是讲老母娘的真正的佛祖，以世尊讲甲做佛性，了解了开始进入修办道的行业，的宣言宣誓。双眼先进，后壁来安怎做？好，从这个一段道理段，这内底若要讲第2年，这讲的内底内容，内底的意见一大堆。咁其他一个囡仔遮大汉，前仔遮大汉，内底偌济朱书一念，爸爸妈妈安怎咧念？赚偌济钱落，用偌济爱心落，用偌济精神落。迄若要算的，咱讲真正。父母恩比什么较重？比山较重，比海较深。啊，若安尼讲父母恩，迄个恩就是讲父母伫咱的身躯上的付出，迄个付出一切，拍的比山较悬，比海较深。你今日去请一贯道美团，一贯道美团接触到道美啊，做啥物人？读书呢，真正呢，接道美，就讲接皇帝位的太子，接皇帝位的太子，咱一个接过一个，一代交过一代，祖师交过祖师，祖师交过祖师，祖师交过祖师，唯有祖师大根器者，才好度生是大器，大根基才能承受大器。早头咱前面有主笔讲过，你看咱师尊讲红用出，这是咱正看到，伊是咧互咱看，过去已经先辜负伊啊，啊是安尼。你讲咱师父，迄过去嘛拢辜负啦。阮叔叔的菩萨讲白讲来，迄世看着，互咱了解讲是菩萨，是现菩萨，但是伊过去是手律之师啊，啊过去是偌久，伊文学附近咧写做912笑。咱若听下早用红用，咱依照迄科讲迄用迄个科学数字，交迄嘛做小空姐咧讲来讲宇宙型的，咱讲到宇宙，讲咱写地球咯。原话129600年，变1万岁。咱以前拢讲看过9变，到底是有无咱安尼讲啦？咱安尼听，咱就把推甲
你内底去甲有迄个伊甲比起，咱酒啊，甲以前已经成熟，啊，咱新加坡而且咧读好发性的，叔叔来讲，咱现在做啥？三年，以剩下什么？残年因素，残年因素。咱虽然是老母娘的囝，无对，但是直接轮回来，咱到时咱的根气已经做好了。咱的思想上，咱的意识上底，为先天带来到后天，咱只要头壳内底所运转出来的物件，100%内底99%拢世间事。我讲即话讲了有卡武断啦吼，但是咱家己想看下，是毋是安尼？咱一日当中，咱脑壳转出来的念头，牵涉到选性人，要选性人，咱你看迄立法委员，你看迄款做市长，看迄款即个看做迄个市员，伊要选一个4当，爱拼无？当时要选啥咧拼？毋是啦。听你讲一遍啦，吼，我做到看到我毋知影。台中，叫我做人生我做啥物啦？人家有叫一个介绍会啦，吼。伊讲伊台中经营偌久，10年。要选一个市长，会调毋知影，但是伫台中已经经营10年，经营10年咯。咱今仔日要选性人，但是咱的意识上、咱的思维上、咱的念头转出来，识思拢是世俗思、世俗念、名利恩爱，毋是迄毋对啦哈！我来讲，毋是安尼毋对，但是要承受一贯美团。周书既然是大根气，承受大气、大根基，承受大气，那安尼，咱伫这大气当中要互咱的法门升天的法门。三者大开普渡，互咱有这因缘，互咱这机会，那安尼要做。富贵较上贵超上咯，真正名利咧。名利像啥？水中蛙，这也做虚花水影，正为水。
伊较听有意思啦吼。真诶，所以动手就是爱互相反面，互相反面诶当中，对毋对？对，大家效法；毋对，大家包容。包容中改进，包容中检讨，包容中参考，毋是包容中纵容，毋是包容中服役，毋是安尼。安尼，大家才会愈行，咱的心境，和咱的意境，包括咱外在流露出来的道貌，内底的道义，就是迄个道字，迄个道义，心意中才会形于外境，展现得出来。真诶，所以咱讲，多少的因果在重演，世间事就是安尼啦，因果在重演嘛。世尊在讲真理在做啥？真理就是因果两字尔。因果偌复杂，复杂到世尊来还阁讲袂清楚。真诶哦，因果两字这真正诶。世俗即句话真捌真惊，毋捌呢，毋惊，真诶啊，真捌真惊。所以人讲即句讲，菩萨怕因，凡夫怕过祸，凡夫拢是拢食着苦头啊。真诶，即像这点书哦，大家若咧食物件啦，讲着边仔拢毋通安尼，毋敢食安尼，减食，上好即点拢食，因为啥？无了无汤温遐汤血糖遐正常，回即阵咧讲是讲，你敢有汤温？有啦，无汤温就错起来啦。有正常无？讲敢有汤温啊？当然，迄是人咱问啦吼，当然讲个了会记啦。哦，这个正常会使食，无正常呢，毋通食。年纪愈来愈济啊！啊，是安怎少年的答案就食咧？食落较自因，食饱老了，大汉袂使食。虽然讲40岁以前，大汉袂使食，40岁以后爱安怎？停食。真诶，所以因果咧重演，咱凡夫就是讲，等到迄个果报到才开始咧讲。真正，阮台港讲诶人，真正有内力诶人，伊迄个因要深落去，就知影会过安怎。是呢，根本问题，一切拢是根本。点毋对去，有一句话咧讲，方向毋对去，你行愈久，你的时间浪费愈济，因为你要去的目的地方向毋对的。毋讲我行好会到，错。行不会到，就是你的目标正确，方向正确，时间有得到。这只要真理在，不怕时间久。但是你的目标地方方向唔对去，行愈久，浪费时间愈济。所以多少因果的重演，所有重演就是一直在这边重演，六道轮回，六道轮回，六道轮回。落来到咱身，往往无，真正往往行到拢颠倒。哦，凡夫四道，二心嘛有四道嘛，即早老讲师有讲过，即方面都重视。图画内底一个创意大师我看啦吼，哦，图画即内底一个切布啦，安尼伫遐转几年了，转拢去改了，皮肤啊转无破安尼吼，啊看几秒，啊今晚转开始走台拢安怎样？其他当然伊拢有保护措施啦吼，啊偏到即话我面下就较早，才叫断掉啦。啊是啊，等10年了后，你行会偏，啊无等你行会偏咧，无等，因为无等伊无论会显、会恶、会偏，等你到底等愈济，有安怎样？如果罕行，你就给他行。所以咱伫这因果咧重演当中，咱爱紧要、紧意，今仔日咱有这个机会要互咱
认清楚因果，要互咱不买因果报业，要互咱伫这因果中跳发轮回。这个咱清楚，所以道是爱坚。愈啊，修道的功夫当然讲袂了，意思。伊了内底来讲，地心知自身，一切拢是心在作怪，法界内底万法唯心，心在作怪。心若无想，若无起一个惊，毋哪惊做啥？心若无起一个爱，毋哪爱做啥？这你爱紧张袂？等下我叫你讲要开车会紧张袂？啊，这你爱叫徛伫遮查偌济？查者吼，是安怎查者？这你敢是你？徛伫遮敢是你？我还是我？那为什么会这样子？查者啥？生心呀。心落伫底，落伫境，境落伫底，境落伫影响呢。我要讲好听，讲袂好袂。若讲你讲袂好袂，看你认真无认真，毋是你讲了好歹的问题。看咱有用心无，看咱有认真无，不是成绩好不好的问题，是你有没有用心的问题。恁囝考试当然拿30名啊。你敢袂讲是咱无考第一名啊？讲死，袂啦吼，心体啊！真正这个囡仔就有能力考第一名，结果把咱考第30名，比拢咧放荡，爱推无？这个囡仔迄阵拼到面前面去啊！这个伊的能力大概就差不多咧35名，拼到面前面去，进到30名，爱安怎？爱鼓励无？爱奖励无？爱奖金无？啊，安尼是看。是看迄个成绩，或者是要看伊落步。恁后生我趁29800互你，伊家己开2000块，人迄高趁我10万起来万互，开4万块。高趁趁10万嘛，有9万嘛，开4万嘛吼。啊，这个下万的趁2万9万8，留2000。你敢袂较听迄9、6万？啊，哪会你看时尚啊？哦，囡仔就真迄啊，趁较济高，较济正常；趁少高，少个正常啊。你安怎比嘛比袂高，敢是安尼？所以心咧作怪，啊，今仔心咧作怪，你用啥来行好？知见，知与知见，这是大学的内底3方面的上尾啊5方面。大学之道，大于的在心，在知与知见。若要了解知之前的意见，咱大学有讲，有讲。当然，这个知之前可能讲了2点外钱2点钟呀，或者去提出来咁看，这我卖去伫遮讲，真诶。你底心爱知与知见，大概种意思就讲，今仔日只要是选手，只要是招头。啊！你要爱好一个，200岁，你要爱好一个。可安怎讲嘛咧选选手？啊，毋是，知之前的境界是道果，是圣果，是圣境。世间的一切名利、恩爱、富贵是如活日，安尼心的智对啦。当然，心智之前对啊，心智伫道好人啊，啊那安尼心智伫啊。气变所苦不着所为，气苦不着气苦不给的表现。啊，这功夫有简单无？足简单哦，但是要做困难哦。一个100万富翁看100块、200块，你看安怎？这个境界啊！100万富翁，意思你就是100万啊！看100块、200块，你咧看，迄100块、200块，有足淡无？无足淡哦。一个上1000万的人，上1个人看100万、200万有淡无？无淡啊吼。那上几千亿的看1亿、2亿有淡无？无淡。啊，那伫咱遮100万你去看迄1亿、2亿有淡无？这是境界的问题啊！我还要比如这个听好啦吼，伊这是照比如叫咱伫迄个意见里，
互咱比如生命有重要无？生命重要典型就是肉体嘛，所以万物人之万物人为之万物之灵长，所以咱即肉体可贵。但是即肉体可贵，肉体会灭袂，会死袂，会咱生命的本源，生命的本源伫十法界内底有佛道，有菩萨道，有看做看做辟支佛，罗汉道，这四性的，交三恶道、地狱道、畜生道、无分道，交咱人间道，安尼去选倒一道，安尼选倒一道。互咱有选择，有选择就有啥？有选择有行就有机会呢，无选择无行就无机会呢。咱咧落个讲一箭在手，然后希望无穷的，袂叫为山平，嘛希望看一箭在手，希望无穷的，咱嘛是大大呢。对酒嘛，对咱欢喜干呢，无酒嘛欢喜干呢。但拍讲过讲有中，讲有酒是啥？就是说无酒是。无叫就是在做功课安尼，毋通，就到拍一句，迄人讲甲佫到位啦，讲到拍甲足到位。无叫都无叫，伊无讲我现在在跋筊，伊讲说无叫你直接做功课，安尼水咯水。所以气变不变会调。总体咧，加体几十年，20年，89年，伊较早做我人生70古内去，70岁就变到2000年了，真正80后年。因为数据台湾的80后的数出来，平均年龄日本人生命上长，但是要平均上100岁，这还佫拼，后尾以后还佫真拼咧，下到尾袂到。但是我互你100年，有久无？中国技术4、5千年，100年算啥物？哦，4、5千年100年算啥物？元会一地球一元会129600年。4、5千年算啥物？本性不增不减，不生不灭。一元岁，地球一元岁又算什么？安尼咱来想，加体几十年。东山上主讲过一句话：一格换心，灵归一。就讲这个是换体换心，这个换心会当互你归一。100年36000日，安尼几日？36000日来命会了咧？会了。加体因几年？想看卖咧？生命可贵，时间有限，那安尼要甲时间去藏落，积极创建高年，后尾啊90年代，咱看会到诶。咱的大前面等于以秀才罗先，咱谈天文书学校的艺术书，谈一年谈天文书等于啥物话？易德大仙，大仙咱想无偌大，哦，但是无简单，真诶无简单。迄比例讲伊讲足济，迄等于见天眼，谈天文书学到40几年。伊37岁，敢若37岁到80，你开两年是89岁哦，爱几年？是40几年建一个年代高位，毋是全部咧修办道，伊还佫咧做事，还佫咧迄落咧，还佫通做针线，毋是世间无行袂使，嘛是照着世间规体安尼咯。安尼无用，但是因为用心伫修办内底积极创建高年，文艺在歌团都卖用心选，多寄入去，寄入经典，多寄入去，寄入看经典、悟经典的真理、体会妙理，小字去选发出。所以说，人代天选，人代替天选嘛。这个人要代替天选嘛，这个人爱心态。30人，讲人济为落济，
37人就讲5色话，这世间拢总无一点，真正修办的不昧良心，宣加心理、加道理、加道德，传永存。因父乐道四行班，好也善，好班呢，灵义不忝，有义不骄，灵义乐道，富义福。富义好咧，灵义乐道四行班，好也善，无要紧，毋是好嘅人请办有道，过嘅人办咧讲，我若好也请来办道，请办有道，错。我善就办无道，毋对，咱会相善，咱会先得道。主公上好也，主公无得道。得道不在好也善，得道在因气，在志行。修办道功课，毋是好也善内底看，是伫你有志行咧修办无看。所以毋通讲啊，我着小人才，我着也无做啥，我啥货拢袂晓，安我着无功课，不是。好好啊，珍惜你家己现有所拥有的，家己所会晓的能力，为道付出，为道牺牲，尊明事重，为道是重，真个是。我想咧比话，有头某咧拄，有头某真好用，咧拄重的，买凊彩换落来，我平常爱伊。哦，买有头某你乌到尾啊，就像红车车，哦，真正，我若伊用无对。啊，各有所长，各有所短。取其长，取其长，补其短，这做互相禀赋。有钱加报死，无钱加我哪？啊，咱红老板来讲讲，有钱通过钱长，没钱的通过人长。道场内底，在世、法师。无为师，三师拢爱并行并好势啊！全部拢爱做人啊！一只无做伙，甲无做伙，人就出来啊！安门徒毋通讲我有啊，我安门徒袂使。铁仔毋通讲无我铁仔袂使，真正无伊袂使。啊，爱含人讲。安门徒听无？水泥、铁仔、沙，搁水搭到无做一伙。人无做一骹，后尾啊，人讲开用暗面无空的，暗面无空，开用暗面无空的，安尼也是传的，安尼好有李天三啊干，明星得一子飘飘在天堂，南面就到啊，李天第三啊干呢，水莲花是三啊干呢，是毋是？但那边换出来，敢是三啊干，真正三啊干呢？你是顿悟师是禅修，禅修到迄个班到顿悟，最后一根稻草，会把一只大骆驼怎样压垮？还是讲压垮做一骆驼？但是修行一直修到迄个道，师尊讲放得下手一。突然变形，时间到一个，变不出来。所以先天在妙言，你这第三啊干先天在妙言，迄个经典妙言经解歹解说，家己体会，自心会体会，性不增减，在自性不增不减，不增不减，不暴不增，自性清净，自性富足，自性心安法，自性来去自如。无碍无阻，不属因不属果，这种是自性的法理。自性所以法理是法王，啊，这不性，啊，这和气，啊，这金刚，会使任何角度去甲切去甲讲伊讲的，所以无有当中，因法地法天，天法道法自然，道三十九是自然的应该啊。人生在作乱的。然后人心作乱，所以人心作乱，利欲高深，不容言。利欲高深，我到底修得较好，还是用较好？而家
高深，高深产生落心的科咯，起起落落，这大家心结这个拢有时间观念，我安尼讲了。热心见热转，那安尼爱甲以道心行福人心，以礼乐乐，咱只是要心理，人心胜道心，所以爱道心行福人心，礼行福就念安尼甲人心灭，这个灭是讲卖互生，立孝业雕上天，孝法。圣贤过去行过，骹步手路，心识法识足识，拢去甲学，一步一步去甲行，毋是徛伫游泳池边仔咧看人咧游泳，看一世人就会游泳，我若跳咧食两三水仔水，食食来讲安尼你会晓游泳，愈游你就愈敖，到尾就愈活泳，安尼到尾就愈敖，效率大家就当调。会调过地方调做调面朝哪朝圣，咱就等于调无眼调上天，创造一个不同的福国在人间，这才是神。有可能无？有可能。好，咱就上班，有请。我个人是帮他做，时间多一点较好哦，国度包无够紧，但是比。有请吼，咱就总是讲了啊。你了有听到无？有，大家即嘛会用笑的，笑迄个紧对家记落去，紧涂吼一定用水浸了安软去啊，低头调出来啊，无偌深诶。